建議大家就係咧繼續去投身自己咧，去接觸多啲自己有興趣嘅嗰一個範疇先。喺你參與嗰個興趣嗰個活動嘅過程度咧，就可能有機會咧俾自己再發展到落去，甚至成為自己嘅工作啊，一個 career。Hello， 大家，我係周港瑩，我係2013年嘅堅樂舊生啦。我而家嘅工作咧就係一個攝影師。咁咧唔知道大家對於我做緊呢個工作或者呢個行業啦，有了解好多啊，定係唔知係咩嚟嘅？咁我簡單咁樣介紹下啦。以大家所認識嘅一個攝影師咧，最近你哋嘅應該就係喺堅樂中學咧校園電視台入面咧會揸相機嘅嗰啲同學仔啦。咁我做緊嘅工作咧，好大部分就同佢哋好相似嘅，就係揸住部相機啦，去影低一啲嘅活動，咁啊做一啲活動記錄。咁無論係硬照啦、影相或者係 video 影片咧，我都有都係我嘅工作之一。咁喺呢個攝影嘅工作入面咧，我係一個 freelance 自由身嘅形式啦。咁就並唔係話譬如我係幫堅樂中學去返工嘅，我淨係喺呢度咧影呢個學校嘅活動，影呢個學校嘅所有嘢。咁而我係一個自由身嘅形式咧，咁所以我就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好多唔同類型、任何類型嘅只要有影相需要嘅工作咧，都係可以成為到我嘅工作啦，或者我可以接觸到嗰啲嘅客戶嘅。咁咧，我喺做呢個工作之前咧，我就喺堅樂中學度畢業啦。咁我喺 DSE 完咗嘅時候咧，我都未有一個好明確自己想做啲咩工作嘅呢個想法，未有呢個方向嘅。即係我唔係話我想做一個攝影師，所以我就點樣鋪排啊，點樣去追求啊咁樣，咁就並沒有嘅。咁咧，我嘅經驗嚟講，我當時DSE 完咗，我嘅選科就揀咗一啲同創意相關啦、創作相關啦，就我排咗CTU 嘅 Creative Media。咁啊，真係機緣巧合啦，我個分數唔達到啦，咁我就落咗少少個 priority。咁最後我就去咗 OU 度讀一個數碼攝影及電影設計嘅一個 Art 嘅 Bachelor。我當時都冇話好有想法，話我學咗呢啲嘢，我就要拎呢樣嘢成為我嘅工作啊咁樣。咁但係就透過我讀緊書嘅期間嗰啲嘅際遇咧，我就認識到同呢個攝影行業相關嘅人啦，無論係同我同年紀嘅同期，又或者有啲年紀大啲嘅攝影師係一啲嘅前輩都好啦，咁我就認識咗佢哋。咁我就抱住一個咩都試下啦，因為當時未好發掘到知道自己係有啲咩好大興趣嘅，咁我就自己去問下佢哋，哇，可唔可以跟你哋一齊做嘢啊？咁啊，可唔可以試下幫下手啊？咁樣，自此咧我就接觸到呢個行業相關嗱。咁最初就做一啲香港嘅婚禮攝影，咁我跟佢哋去下拍攝現場、工作現場，就望到哇，原來咧佢哋揸住相機，平時我都冇留意到嘅喎。一個人揸住相機作為一個工作，呢個崗位佢哋係睇緊啲咩啦，面對緊啲咩啦，佢哋需要去解決啲咩，需要去處理啲咩，同埋佢哋又面對緊啲咩嘅困難。咁咧喺我嘗試跟佢哋一齊工作嘅期間，我就覺得咧幾得意喎，係我幾有興趣去可以做嘅一樣嘢。咁於是咧我就一直咁樣去接觸多啲關於呢個行業嘅工作啦。咁之後就開始儲自己嘅人物去認識一啲師傅，哇，可唔可以幫你手啊？跟住咧開始擴闊咗自己嘅喺呢個行業入面嘅圈子，咁咧就人哋會諗起需要多個人幫手嘅時候咧，就開始會諗起我啦。咁我就開始接觸到多啲唔同類型嘅拍攝工作。咁咧例如一啲影運動比賽嘅有啦，有一啲嘅舞台表演又會有啦。喺現時咧比較多就去一啲嘅例如商場活動啊，影店鋪開張啊，影一啲嘅學生活動。咁好多唔同類型咧都係我嘅工作內容之一啦。咁咧關於我嘅工作形式咧就係自由身啦，就並唔係大家好普遍認識我有一個月薪，我坐喺度係啦，我出現喺呢度一個月，咁啊由某個
數目嘅月薪咁樣嘅。咁咧就好視乎我去幾勤力接 job 啦。咁我勤力還唔勤力就一回事。咁亦都可以講話係睇你嘅運氣啦，睇你嘅際遇啦。咁所以咧我做得呢個行業呢個形式嘅工作之前咧，我都有一個心理預備，知道咧係唔係一個叫穩定嘅工作，即係咧我會有一啲人哋所謂旺季比較忙嘅月份啦。咁同時候相反咧，都會有一啲少啲嘢做嘅時候。咁當然拉翻勻係一個收入叫做正常嘅工作啦。咁但係都會有好唔穩定嘅一個心理狀態喺度嘅。咁就譬如如果有其他同學仔將來有呢個想法，係想咁樣形式去工作嘅時候，就要有呢個嘅即係有呢個嘅了解，知道係咁嘅狀況咯。咁我喺係啦，成為咁嘅工作模式之前，我都俾自己有個咁樣嘅心理準備先嘅。依家我作為一個攝影師啦，大家相信都好普及，會接觸到攝影啦、影相啦、相機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唔知大家會唔會有諗到咧？譬如話咁普及啦，咁其實都唔需要一個攝影師啦。一個攝影師係啦，點解仲可以成為咗一個工作咧？咁但係我認為咧喺將來嚟緊啦，可能講緊10年、20年咁樣都好，攝影師都仲係一個需要呢個崗位嘅一個行業，一個咁嘅工作嚟嘅。因為我好多時候作為我影緊嘅嗰啲類型啦，就係一啲活動嘅紀實，一啲活動嘅記錄咁樣，所以咧都係需要一啲人去用影相、用影片嘅形式去記錄低。咁所以佢係一個都仲係必須要存在嘅工作，即係唔會話大家嚟緊用 AI 就可以好輕易咁樣取代到嘅一個崗位啦。咁同時候我哋作為一個 professional 啦，一個職業攝影師咁。比起其他人都係拎住同樣一部相機啫喎，咁有咩分別咧？咁我認為都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我哋會知道喺影緊一個活動嘅時候，我哋嗰個相機點樣 setting 啦，最基本點樣 setting 啦。咁同時候我哋企喺啲咩位置啦，我哋需要留意啲咩嘅 moment 啦，我哋需要提前準備定去影到啲乜嘢啦。咁呢啲都係一個作為 professional 額外多於其他人嘅一啲專業知識同埋技能嚟嘅。咁所以我認為如果大家喺揀一個工作方向啦，揀一個行業嘅時候咧，咁我今日分享講到嘅就係我自己做緊攝影呢個行業。咁當然我係對呢樣嘢幾有興趣，我唔會覺得我唔想再接觸呢樣嘢嘅，係啦，我係好願意繼續花時間去接觸影相攝影呢樣嘢，所以咧我先會繼續做落去。建議大家就係咧繼續去投身自己咧，去接觸多啲自己有興趣嘅嗰一個範疇先。即係我今日分享嘅攝影唔一定要係攝影啦。咁當然你可以話係譬如其他嘅可能運動啊，或者煮嘢食啊，或者甚至其他興趣音樂啊等等都好，都係我建議大家去 explore 多啲，去投身去見識多啲。咁咧喺你參與嗰個興趣嗰個活動嘅過程度咧，就可能有機會咧俾自己再發展到落去係啦，即係再長遠咁發展落去，甚至成為自己嘅工作啊，一個 career。